这个是苏州正宗的杨梅干，很好吃的。你看它的颗粒，我的手指在边上，它的颗粒有多大，对吧？而且它是晶莹剔透的，就是你吃到嘴巴里它是没有渣的，那么是咸甜口的，很好吃的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办公休闲啊，朋友分享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特色美食。然后呢，这个叫盐津珍珠梅，我也比较推荐的，非常好吃的。我之前都忘记推荐这一款了，我经常买着吃的啊。我们家老公也是的，他一直叫我买了要带到公司去跟同事一起吃的。然后你看一下这个颗粒，对吧？也很大，这个口感一定是你们喜欢的。因为我自己吃东西比较挑剔的，我吃出来的东西觉得好吃的话，那么推荐出来肯定是没有错的啊。喜欢的朋友评论区留言啊。那这个是。那么过年的时候，大家可以买一点这个，对吧？休闲杨梅吃蛮好的，那跟家里面亲戚朋友分享一下呢。那我们家人人长的茶包呢要吃了呢。怎么样？酸酸甜甜的。正常来说，如果在家里面居家工作，或者是在家里面看电影啊、看电视比较馋的时候，可以拿2个解馋，然后味道非常的美味。